群人địa禅师全体好心，十方诸善大德众志成城。圣堂。请问洪水出现先到几公，坤到几公？以热烈掌声，请我们洪水出现。大家先请，请大家请坐吼。坐下。今年各位代表师助理今年副领领咱组长在座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唔知咱各位先生呢，对于了解今仔日呢咱前言甲咱吴建文师，佮甲3位讲师呢伊来甲咱自己开示的唔知感觉感受足好敢有啦那当然呢在这个修行学道呢讲起来，其实嘛是讲爱不断来做一个学习安尼呢，对于咱修行学道来讲起来，嘛当去检测了解咱家己，嘛不断借着一个讲师前辈者呢，不断的来甲咱做一个教育，咱会慢慢来看着咱家己，了解着咱家己，然后爱改变咱家己。佮再来呢，咱就是爱付诸于了解一个行动。所以讲起来，咱今日有这个发挥因由，拢总是咱天恩所得。咱师尊师母两位老代人的大德良因，加上咱老前人5代义生，咱义秀大老先，甲咱前人的恩惠。甲着咱各位点人师呢，自己呢，会当讲普心用心的这个计划，咱才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那当然，前人点人师设立了的这个班处，不断互咱伫修行学道呢，拢会当互咱真中了解咱智慧。嘛，就是讲，互咱伫修行学道的过程，有真济的点点滴滴，拢会当是一种的过程。大家会当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慢慢会当愈来愈圆满。那当显露了着咱自性本来所具有伊的这个功德，这就是咱修行学道呢。那么以普遍的宗旨甲意义，安那无，咱今日虽然得到顿悟的法门，但无一定会当真正真意了解这个自性的圆满。那为什么得到顿悟的法门无法度达到最后自性的圆满呢？其实讲起来，这毋是道的无可贵，是因为咱无够用心。所以讲呢，也就是讲有真好的道理，那么呢启发着咱嘛拢会当去感受了道理伊的殊胜。真正会当互咱心旷神怡，互咱感觉听这个道理就好。毋过呢，咱要安怎去改变？其实重点就是要安怎会当借着真理来改变。安那无，咱时间嘛是一天一天过，一冬一冬过。那么伫尾来遐，咱林讲师呢，要
伊所用的一首诗句，吼，是毋是讲咱有想要修道，吼，咱敢有咧修道，咱敢有真正咧修道？当然，即种的拢总是爱往内观。到底咱已经照着修行的当中，家己成长偌济，家己有啥物好，家己有啥物歹，家己爱会当清楚。好的，就是不断会当达到至善；无好的，要安怎照着伊的过程来成长着咱的即个成景。那这个拢总是咱本来个人的代志。所以前人慈悲呢，就是讲，咱为虾米爱读圣灵册？就是未来咱要会当照着修道，学歹了着圣者的步路，要安怎会当达到成圣成佛？这就是咱伫这个道场伊的宗旨。那当然，咱已经修行学道，那么透过了的学习，当然呢，感受是真好，但是要会当真遇到即种的情景呢，其实讲起来或许个人个人来讲起来，感觉讲敢若真远那么为虾米？因为咱的功夫用无够，所以讲呢，一直无法度家己达到圆满。这嘛就是讲，伫修行的三大德，第一了着即个持营用的，其实上下的功夫，阁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咱修道来讲起，讲你功夫用到对，当有法度能成就到对，各位前人敢是安尼？咱若无用功夫，要成就有困难。即使用功夫用到对，当然呢，咱就会成就到对。所以呢，要安怎克己复己？其实即两个功夫呢，真正呢，一直要安怎来突破？这就是或许个人的一个感觉，嘛一直要用功夫的所在啦。因为伫最后呢是40分，就是心得分享啦，毋是专门分享互咱的成绩尔。所以讲呢，这时间是大家的，希望会当照着大家那么今日的感受，那么再度会当去用着咱的感受，即种真诚的流露，去来启发了着，鼓励去更加较济的虔诚大德，安尼敢好？好，敢好？好，好啦因为伫修行学道呢，那会当来到即个道场，会当加减仔趁，爱趁，有来趁一条，白来再趁一条，安尼敢有较好？有啦所以即摆大家要踊跃无咱看对一个虔诚的慈悲呢，会当今仔日第一位来甲咱分享一下。即嘛是爱历练勇气爱有勇气。其实咱咧成就呢，拢是伫即个过程嘛爱照即个景来历练咱家己。所以咱来珍惜即个因缘，稍纵即逝。咱今仔日无已经死一个机会毋通想讲后个月阁有呢。因为即个月你无爬起来，后个月敢爬起来，无认真啦所以讲机会会不断家己休息咱各位先生，有啥物人爱要祝教会用的无？有啥物人？来，咱做先生的请咱以迄个掌声来鼓掌。各位讲师，各位见大家，下午好了我是来讲知因知我人去相山，相山的领拢会叫啥？叫报这成绩报。像即摆，你看见看起来往撞起来咧。
是讲我跟一个事啊，是一个事啊，是听讲咧，咱的境界无到遐啦。你先来起来讲哦，讲了好唔好哦，代表咱交代呢。我上烦恼的是啥呢？你先来我讲了唔对哦，靠到道歉哦，惨了，这个罪代表咱约咱来担咧，你嘛有罪咧哦。所以我今日讲无啥敢困咧，伊我来一班哦，身体关系哦，是啥困咧？是苦的，来这咱提我讲到人话。今日到困，你嘛是照困咧。我今日困哦，咱讲会紧张，即种事情哦，小可比一下哦，嘛赶紧要醒的，我讲是讲到对啊。所以学生啊吼，必定每一人拢既然今仔已经收到遇到刀，就良心要提升嘛。就知影一条前了一条路就袂歹，是咱较合去去，拢袂进步就对啊。大概讲前无变改济啦，知影道行好，要是要认真，就毋知要咱认真。受着外在这一定环境来了，嘛是要拄着啊，知影？这样看安尼哩吼，所以讲吼，今仔这个机会是4种嘛，其中19种或者19种或者啥，讲天下有3种嘛吼，我是想嘛，3种或者理、制度甲科学，讲这天下理、制度甲科学，甲咱有啥关系啊？我也想讲有关系咧。咱若有要统一天下，咱若要做皇帝啊！你再讲咱若毋是头家啊啦，你管理天下，哦，这是对个，这一个是啥？这是嘛？虽然伊讲有3项啦吼，不过咱有咱必须实的，咱有皮毛病真济咧，要管理咱自己的天下都歹管理啊！你讲咱管理外口的天下，我是想诶，咩咧吼？自身啊，是无好啦，讲得偌好偌自信，无可能啦吼。所以我爱先啥，讲意义是人嘛，简单，所以自信嘛，所以你家己先心起啊。要那心，要那心啊，我其实帮助讲有诶，你讲好生出来善啦吼，善心出来有机会得到有。先就能看，不然给他的小的非常是要素，应该可以。先他们该怎样？有这个先了，太阳嘞，太阳皮肤呗，我太阳听嘞，谁来听嘞？你爱要提所在袂使提嘞，爱要讲的话都袂使讲嘞，爱要吃物件都袂使吃嘞，咱怎样就怎样好。哦，我先说啥？啥结束啊？一样，太人按几条条对啦，就是咱来知啊。咱大声来拄好看，咱呢其实是伊迄目睭看的，迄个咱原底无成就啊，迄个我出来查啦，迄个查啦较粗人吼，拢当大一条粗大做伙啦。查啦甲咱主人大做伙，咱大声咱困。迄查啦甲咱困做伙吼，咱咱去面在困课体咧，甲你发热嘛。所以，这个本地的这个概念是在新时的这个年代，所以是主要的提出来，这个要看。这两个主题，我咱改变是无变的，所以讲会去倒条伊，咱若知影对啊，选择讲迄个，咱这个就是咱迄个啊，我选择迄个就是对啊。拢会去各种剔除之中，剔啊，等落迄个水，剔啊是比水较重啊，所以等落水就是我咧讲迄个混蛋，我是剔做的啊，太会迄个水点，啥迄个我同碰这个水点，我想为个点做伊啊吼，我今仔来想的，是要咱真真实在嘛，我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咱就救书救不啦，真济嘛。真正为咱就烦恼痛苦就出来啊！咱知影道理原来向外吹吹落啦，就向来比较有感己。
啊方便啦，我啦，然后生啊，你后生啊，当囝，我当生囝死着，我当生囝死袂，咱着遐个死要想讲咱家了，就无可能咱讲要用啊，所以我主就看你讲，所以第一种话咱上课讲，往天啊有三种啊，啊第二种伊讲，迄个容易做事老鼠啊，啊第二就是讲有处啊，讲有处咧讲咧老鼠啊，有后天数字啊，啊后天数字伊当初迄个讲上古时代嘛，老鼠拄迄时阵无文字啊，就是用嘴讲理啊，爱嘴讲，我著讲啊哪，讲较即个文武啦，文武是了常见成文字嘛，啊迄时阵较有一个文字的即个题材，啊像我红豆啊，啥讲个呀，有些人，你看咱讲豆偌好，人嘛不敢相信，啊即摆有文字了，啊文字再到。啊，有即个刀，有即个文字，咱看看嘛，共款咱讲伊的，讲刀话讲伊的，啊，做我的，共款啊，有路用啊，了解无路用，伊就无落实去代志，无落实去代实践，无落实去代做看卖啊，所以以前咱在故事讲啥呢？以前我这失落的技巧啊，讲一个语言，爱我做一工，啊，以前我人生就对啦，无圆满。管是可能是吼经济也好啦吼，家庭也好啦，吼迄个身体也好啦，甚至咱这个道也好啦，你看世间咱做的拢袂圆满对啦，所以这个现在去一角伊就想要去找迄个啥，找迄个一角回来互伊啥互伊对啦，所以就找啦吼，啊当开始去找嘛，就搬山过岭啦吼，靠风落雨啦，就是咱像讲比如来雨啦吼。关键是暗时可以吹，啊，当然后山下下我会受苦啦吼，去吹，认为讲伊要爱迄个伊就对啦，但是伊吹过程当中，看到啥呢？我看到自在，爱好啦，啊，伊嘛去看到啥呢？这时下水面，咧真自在咧，我该拍一个雨，啊，然后伊嘛看到湖啊，咧选啊，顶顶真正这物件，我只话去吹啊，啊吹了了，有一工呢，讲当天讲好心情，就吹，伊要下去夹，啊吹去了，伊安怎呢？伤滑，气感遐算是袂落。啊，伊要吹，我吹我伤细，所以迄个气感，迄倒入去了后，我出来就落出来。啊，伊嘛是要继续吹啊。咱真正咧找刀啦，可能人生讲咱有咱写咱里面不如意，可能别位更较好个啊。我拄仔起落来，所以去找啊，我找着啥？找着一个较头说真好个。我咱咧打开着了，我刀真好哦。啊，毋过安怎咧？伊拄甲，敢若足好哦，结一个伤痕哦，煞安怎？迄个角素我伊个破去啊，所以要落去。哇，死到了！啊，后面那是风水。继续去吹啊，要吹着，要吹一角，哦，真正有够好个，你怎知影吼？你来保护好，保护好就对啦，惊倒来去伤害个啊。保护好，啊，毋过安怎呢？刀毋是安尼啊，当伊甲迄角吹着时阵，迄角讲迄角甲伊安怎讲咧讲？这毋是我买，伊买，我是我，伊是伊。哦，我毋是去要爱迄角啦，所以并无圆满。哎呀，这是无个啊。快，哎，毋是，我认为就是太过毋是诶。咱去咧找刀，以后我著是在在咧找刀啊。啊，就是这咱，我会记咱做迄个，啊，在咱学堂，讲迄个收刀啦，我等于厝咧收把刀啦。哦，啊，这个故事主要来讲啥？就是讲来讲，当咱有当找刀诶时阵，结果，迄刀毋是安尼啦，就是讲，咱迄个刀伊即个。你感觉保护着，伊是迄个存在的，所以伊安怎，伊又要保护迄个刀，所失去伊原来的存在就讲，我无时间落去看那蝴蝶咧飞啦吼，伊无人去了解着即个青蛙是咧跳啊，无通去看着，啥物叫咧？啊，伊个刀，伊是亲像安尼啦。我今仔日伊过要去找刀，哦，互咱阮自照了后找。是
去到迄阵，伊就是游大山过岭嘛。啊，伊有大山过岭，伊啥本地有去到，所以伊就安尼跌跌撞撞，到尾较体会着一个种啥呀？人生无迄种完全，安怎完全圆满物件？外在无完全圆满物件来讲，伫咱的迄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迄个环境，伫迄个咱的即个啥呢？即个地球的时阵，咱咧生活过程当中，去体会着是你讲原来，咱迄辛苦了，反本自了，原来迄个意义，也是成功啦。家己讲心宽体宽嘛，家己搞好看法才讲永远。讲修得困难阻碍，讲都无要紧，是安怎？是后壁咱讲的是种。咱上尾啊，迄个林讲师讲的讲，迄个为天下志向，咱就为天下志向。志向伊内底，伊有啥？伊有即个聪明慧智，伊有宽裕温柔，伊有发扬光的，伊有栽种良田，伊有文笔文采。伊性伊有遐咱无，咱性有咱嘛有啊。所以我讲咱有即个啥？四本一流嘛本自清净，本自有足，本相咧，迄个不动摇，人生办法啦。既然咱有时咱来发挥袂出来，伊会甲发挥袂出来。性有咱爱，当然喺过程当中来讲，叫咱爱安怎认真去家己想，认真去家己突破咱家己啊。咱往变咱突破，上尾讲的，上尾种讲真诚的即个游路嘛。一定个游路志诚无为，就亲像大家所讲的讲即个。如何修，如何反射啊，行义嘛。平着拍咧，就是讲拍，平着抄就讲抄的。家己有认真无，啥人知影，就是家己啊。你着知影个啊，但是讲归讲啦，要做实在是无好做啦。即个真情要安怎来体出来？是讲班来上班，有道，慢慢做出来。那么伫迄个过程当中，咱就习，即个。也不会叫高改，咱就先关系。咱做无好，当然咱是咱会被指导，就是说咱做出讲了无好，咱就是是吧？无讲，家己嘛，明家己听到到底啊，就是家己害胎，唔歹讲无像讲师讲的遐尼厉害啊，家己害胎，当然算是安怎，来个家己清净啊。老师来讲啊，讲啥讲一指真人安怎，一指真人。超人一世真人超生啊！一步真人超越哪一步？这样子，万事起头啦，一步爱行出去，一步爱提升。所以讲，迄个经典班啊，比较叫咱提升的班数无惊啦，一步行出后壁，一步步行出，永远嘛是共款啊。当然就大家较轻松啊，对我讲，地底本地来听听你若要叫咱较自在啦，一工作见就过啦。叫着了比咱济了来讲迄点咱是轻松，就迄做遐袂惨的，都袂自在啦。但是讲了就是哎呀，你想，叫伊讲一大家现在给我讲。伊是咧，这叫做经验嘛，慢慢变啊，伫迄个当中内底，去家己练迄个情通走会出来。所以迄个情是当中，毋是你从一个所在来情，迄个叫做情。就是讲伫这个当，互你会行行当中的，你有法度稳住了着你的心，伫迄个当下，你敢研究了着情。那因为差不多咱做前讲的就是讲咱老师讲的啦，就是讲毋通伫在道场行王道，回到家里行霸道啦。就是讲各有时钟，倒处拢是道理。这要安怎来成就？当然这嘛就是咱伫修养学科内底咧，爱慢慢去家己练就起来。毋知各位对这个浅显来甲咱分享一下。朱碧涛，
卖